南部立委候选人嘛是修正办法要来引起注意，有的办财神，有的办女将手，各有服务团队就出动帮忙做事。啊，知名度真悬的洪秀条嘛无袂记哩来展现伊小辣椒的风格，那就是配合因的党主席吴敦义口说蔡总统，讲伊是衰尾啊总统。顺利当选。扮作观众秀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王灵娇服装打扮气势十足。伫高雄人气真悬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赵天麟，伫支持者的赞声中留着9号。来到台南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条，即马代表国民党空港第6选区立委的选战，顺利留到2号接受访问时，嘛伫批评蔡英文。真的叫衰尾嘞，把这个国家带得真有够衰啊！所以你可以说他是随尾总统，说他随尾文。来看嘉义。总统讲公复合。嘉义市无党籍立委候选人陈泰山穿军装，打扮做五体上将参加留口啊，留到1号。泰山兄，恭喜恭喜，高票当选。同款是无党籍立委候选人，永远是上届长的登记名字的保持人。黄宏成，台湾也成世界伟人在新总统，伊在新也造型留到4号，要拼连任的民进党陈明文留到5号。南部各区立委老将拼实力，新人用服装打扮要拼气势。不过留口啊，毕竟只是一个形式尔，上较要紧的就是都要提出有效的证件，才能真正吸引宝贵的一票。